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你是否期待今天晚上恩典时刻的聚会呢？感谢主，我相信今晚的聚会，上主必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满满的信心与盼望。诗篇第71篇第5节这么说：主耶和华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从我年幼，你是我所依靠的。神是我们的盼望，神是我们的依靠，他必帮助我们从软弱变刚强，贫穷成为富足。我们是个蒙恩的人，邀请大家今天晚上一起用渴慕的心来领受神是如此的恩待我们。诗歌软弱的我变刚强，我们宣告你的软弱部分，不管是健康、家庭、工作、信心等等，都要成为刚强。我们一起来唱。软弱的我变刚强，贫穷的我变富足，瞎眼的我能看见，主给我新了生机。我要渡过的那江，再次洗净我的罪，现在主的大慈爱，向着我拥有着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钉死十架的羔羊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耶稣他已复活了，在地上的江河中，祝福使我站起来，高唱得救的歌，耶稣是给我自由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钉死十架的羔羊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耶稣他已复活了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钉死十架的羔羊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耶稣他已复活了。我们继续在音乐中安静我们的心，求神与我们同在。在这个恩典时刻的聚会，我们的心真的是亲近神，跟主连结，来感谢。我们也在圣灵的帮助，神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依靠，让我们软弱的能够成为刚强。现在，我们一起为这个祷告。另外，我们的心也渴慕神恩典给我们，在疫情中能够继续有这样子的一个聚会，我们感谢，我们祷告，请我们安静，因着个人的感动，继续在这段时间献上感谢祷告。
天父，谢谢你赐下生命，让我们在疫情的时期仍然能够更多的渴慕你，彼此相聚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愿你借着我们祷告的心，更深的复兴我们内心中对你的火热，帮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中的盼望、依靠，帮助我们能够更坚强的来仰赖于你日日的供应。父啊，在这个疫情的时期，真的有很多的事情造成我们的不便，但在这当中，我们生命中的景况也更深的浮现出来，甚至我们很多的人也因此学习到了我们不曾学习过的功课。主啊，这是你向我们彰显的我们生命的样貌，愿你帮助我们不害怕，而且更深的一起扶持来度过这段时间。在每次的祷告中，我们的心要深深的称颂赞美你，也帮助我们联系我们的肢体，一起更多的来向你祈祷。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和散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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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至家的羔羊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耶稣他已复活呀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你是至家的羔羊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耶稣他已复活呀。今天我们将在第一步提到如何在突破性的祷告中突破。突破性的祷告，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我们是累积而成的。突破性的祷告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累积。加拉太书第4章第4到第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好，经文有提到时候满足，这表示某些事情已经完成、成熟，或者已经成长达到最大的限度。正如基督第一次来临时，需要几世纪的预备，人们正以祷告、奉献、献祭，预备弥赛亚的降临。所以今天的经文说，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儿子，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也要预备基督第二次再来。这些预备将是累积，直到神的儿子奉命再来。累积是指某些事情逐步形成，直到它完全成熟。比方说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、众先知们，还有新约时代的使徒，耶稣的祷告都是累积积存在神那里。启示录的5章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他既拿了书卷、四活物和24位长老，就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的金炉。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好，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，也让我们思考，你可曾为某些未曾看见的事的喜名来祷告呢？你祷告很久，但是都没有看到它，或是说神的应许，你是否还继续祷告呢？我们可以思考看看，你的祷告如果要在将来实现，他们就一定要积存在天上的容器，就像我们在银行账户里面一样，他们正在积存，也正在赚取利息，所以是并且在加增。
我们的祷告并没有被遗忘，即使可能不会在你祷告容器或是那个碗就是容器满了之前来彰显，但是这个祷告仍然继续存入你的祷告，存入你的服事，直到时候满足，我们的容器就能倾倒。所以祷告的应许是要有足够的累积，并且在时候满足时才会彰显出来。因此，祷告的突破性需要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就像地球产生雨水的过程。传道书11章的第3节 A， 我们一起来读，请：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物质，当一个东西累积超过它的容器的容量时，就会溢出来，就会满出来。所以我们如果了解累积法的运作，就不会因尚未看见祷告蒙应允而气馁。因为我们当要知道，祷告就像正在累积中，累积直到满了，蒙福也即将来到。加拉太书6章第9节，我们一起请：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累积性的祷告表明是一个信心的功课，是祷告的行动。信心的祷告就是从现在开始。因而当我们的信心和祷告充分累积时，容器满溢出来时，突破就发生了，主的恩惠就临到，上帝的复活大能也开始在我们身上发生，那就是时候满了就要收成。如果我们因还没有看见突破而感觉到要停止、灰心，不想继续前进祷告，弟兄们，请不要放弃，我们继续前进，直到我们的祷告累积足以倾倒为主。在圣经上提供我们无数坚持的例子，来鼓励我们持续祷告。比方说，以色列人进入应许迦南地之后，他们到达耶利哥，他们遇到了一个难以穿越的高墙之城。神就很明确地告诉约书亚说，以色列百姓每天要围绕城一次，6天都要这样行，然后第7天要绕城7次。同时，当祭司吹号角时，众百姓大声呼喊，城墙就要倒塌。这个记载在我们的约书亚记号。如果约书亚不明白神的心意，约书亚如果没有坚持遵行、顺服神所赐给他这一切的指示，直到神的时候满了，这个城墙就不会倒塌，以色列百姓也不会获得胜利。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，明白神的心意，另一方面顺服神，起来付出行动，而获得突破。因着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凭着信心，我们坚持不住的累积，不住的积存我们的祷告。这样的祷告，至终到最后是满溢出来的。同时，神将我们从理智带进入他的灵里面，也就是我们上次提的，神带入我们进入他的神圣核心，进入永恒信实神的国度。因着信心，我们累积上主的赐福；因着信心，我们因着上主的信实，使我们不断经历神的恩典，使我们不断更新属灵的眼光，经历神不断扩张我们祷告的信心。期待我们在祷告里面，我们继续努力，我们因着神丰富的恩典，
让我们体会他的信实广大。我们一起来唱诗歌：你的信实广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来解封，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不同的挑战，无论是在家里面防疫，或是我们为了工作必须要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。第一个，我们为上帝信实他的同在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虽然有困境，我们仍然能够保持着信心。第二个，我们一起为软弱的肢体，以及教会中有住院的、在家静养的，有的是失去亲人的家庭，我们来为他们祷告。第三个，我们也为在这段期间，很多人碰到工作上的问题、家庭上的状况以及健康，我们为他们来做祷告。我们一起为这3件事情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确信，无论是在风和日丽，或是刮风下雨，你都跟我们同在。只是我们有时候信心软弱，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以为神不在我们身边。主，让我们在困境的时候越加确信你是信实的，你是跟我们同在的。藉由感恩的心转换我们的心境，就发现你要施力量给我们，圣灵的同在使我们找到突破的勇气。神啊，求你将这样的力量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啊，在这段时间，有弟兄姐妹遇到心灵的软弱、家庭的状况，或是经济的冲击，求你亲自来保守。也有弟兄姐妹还有小朋友住院静养，甚至开刀治疗，求神亲自施下你的医治。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家里静养，身体还没完全康复，也求你亲自保守。我们为失去亲人的家庭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将安慰赐给他们，让他们有勇气面对新的未来，有力量走前面的道路。特别我们再一次为我们富强人每一个弟兄姐妹、个人的家庭和乐平安，有神的带领，以及在工作上有神的保护，以及我们在面对疫情挑战的时候，我们身心灵都健康来线上祷告。求你这样的能力、这样的智慧、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在每一个情况都愿意借着祷告跟上帝连结，我们就得到神特别的恩典跟应许。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接下来要为了在疫情当中我们各项教会事工的推展来祷告。我们的长子同工、我们的区牧、我们的小组长、我们的收年团契、提摩太、主日学各样的单位，求神亲自带领他们。虽然没有实体的聚会，但是有神特别的保护，大家彼此的连结仍是那样的紧密，各项的事工推展仍然能够顺利。也再一次，我们为着台湾众教会的福音事工被兴起来祷告。也在疫情挑战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关怀、我们的代祷，让更多的人领受神无限的恩典跟祝福。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在疫情中，我们停止各项实体聚会，但是你赐给我们智慧，赐给我们突破的力量，让我们在各方面、各团队、各小组、各事工都能够顺利推展。请你赐给这些带领者、每个小组长、区长，以及我们的团契会长，还有我们各方面的领导者。因为有美好的搭配，我们的事工仍然不断绝，我们的关怀仍然持续，我们跟神的连结也更加的亲密。主啊，虽然我们彼此不能实体聚集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彼此代祷，祝福的心更加的兴旺。所以也为台湾众教会在
各地的福音事工不被减灭，而是更加的兴起。当大家在心情惶恐的时候，因为有主的同在，就看见神的带领，愿意进一步认识神。求你的恩典跟我们台湾众教会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期待我们这个祷告会结束之后，我们仍然能够透过小组联系，大家一起做 RPG 的祷告，也可以家人一起来做 RPG。愿神祝福你们。再来唱你的信实广大，副歌我们唱2次。请向牧师祝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、扶持相通，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晚上的恩典时刻祷告聚会到这里。等一下，也许各小组还会有不同的聚会，愿神赐福你们聚会有更多的看见，彼此更多的连结，彼此更多的激励。那牧师再一次邀请大家，我们的疫情的一个管制呢，要到7月底，所以还有1-2个礼拜，我们要在线上继续努力。求神也保守我们这个疫情能够真正完结。大家特别在这段时间，很多中年人呢就开始接受打疫苗了。求神帮助我们在打疫苗的时候都能够非常的平安，没有任何后遗症。大家有更多的信心，能够开启新的时代、新的生活。记得我们礼拜天仍然有线上的礼拜，我们是2堂中间还有主日学。期待大家能够一起在空中相见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无论在工作、在生活、在家庭，特别是小孩放暑假在家里面，大家都一切平安和乐。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。好，大家平安。